来看到这个情形，卫视敢若是张飞拍甲鬼塔塔做一堆，这是乌白替医生上节目的画面来宣传。台中主治病院院长医师上节目的影片，互人乌白偷食，提起卖铁布，抑阁卖无花果茶。民众发觉一个敲电话去问，病院才查这件代志，嘛已经报警察要提告，提醒消费者千万唔通互人骗。 网络顶的普主治病院院长上节目介绍，脚头有关节退坏广告，其实这是互业者乌白用电脑修改做出来的广告，强调一旦抵抗脚头有的磨损。其实手机院长这一个，他从来不会有为任何一个厂商去代言产品。病院强调无接受任何代言，不过即马毋但院长去年上节目的画面红提起用，和病人嘛受害，变作无花果茶代言人。我有伫网站里面给留言讲哦，你盗用我的照片啊，请你把我的照片删掉。他们就直接把我删掉。 把我封锁。大城市敢若是替病院翕节目尔，就变做代言人。广告内底讲，啉2个月，6年糖尿病就好利利啊，害真侪亲戚朋友看到拢开钱去买。 他跟我讲说，他有去买这个产品来吃，我感觉说这样不对，这样很严重，因为他是看到我的相片才去买来吃的，这样对我是一种伤害，对我的朋友也是一种伤害。过去本院也有几个案例，有不同的不孝厂商来做这样子一些媒体的这个移植、移花接木的这样子的盗用，所以我们也提告。 即届受害是大社区的黄医师甲病人罗先生，两个人已经提出告诉啊，毋过敢若嘛无虾米路用。警方讲，这个网站拢伫国外，真歹去查。目前病院会当做的，就是伫人面册顶的铺文，提醒民众莫互人骗去。记者综合报道。